哦，你看那个短片那么多了，哦，3.4亿部啊，频道1700多万，你看看到现在右上角这个印度的女人，印度的小姐，你看那个标题啊，影片标题是古印度的万轮天成体，天地的天空之城，天成体，身体那个体的。哦，观看次数1.7亿次了，所以你找到这个影片呢、图示啊，观看次数啊，观看次数上亿次的，这个是少女，刚刚那个是青年女性，这个也是1.1亿次，是成熟的女性，也是印度的范文呢。奇怪，印度的女性呢？这影片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观看？可能是印度人的手机免费的了，鼓励观看用手机的。你看，印度人有那么多啊，还是要有定力才能，要年满18岁才能用 YouTube 呢。年满18岁算成年了，成年了才能用 YouTube 啊。年满18岁的大学生啊，大学生了才能用 YouTube。华语成熟啊，水气一定，比较不会沉迷女色了，才可以用 YouTube 网站 YouTube 影片看 YouTube 影片。你看，接触到全球世界各地的，你看全球世界各地的影音资料库，你可以专门找那个观看次数已经达到1亿了。这短片时间都一分钟以内呢，59秒，最多是58秒，不然你59秒它会加上传，你有可能加1秒变成1分钟的。但1分钟以内才算短片，所以你最多做到58秒了，录到58秒就好。这个做得好还有奖励金呢，$100你可以开始呢。这观看次数呢，前些日子好像有看到有7亿次的，3.2亿次的，骑机车爬坡的，另外还有开轿车开那个什么，那可能不是轿车，叫吉普车，爬坡爬很陡的山坡，观看次数都很多了，